今日我哋會睇保羅另外一個好值得我哋欣賞嘅心態，就係廣闊嘅胸襟。喺腓立比書第1章裏邊，原來有啲人傳福音，佢係有唔正確嘅心態嘅。我哋一齊嚟睇腓立比書第1章嘅第15節開始。佢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，也有的是出於好意。這一等是出於愛心，知道我是為辨明福音設立的；那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，並不誠實，意思是要加增我捆綁的苦楚。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怎樣，基督究竟被傳開了。為此我歡歡喜喜，並且還要歡喜。呢度好清楚睇到保羅一個好廣闊嘅胸襟。佢有啲人傳福音為咗出於嫉妒紛爭。好簡單舉一個例，喂，我開一間糖水鋪，隔離冇幾耐又開多一間，喂，搶我生意，咁咪好鬼勞氣咯，係咪先？我梗係唔想佢好噶嘛。有啲人原來傳福音為咗激保羅，你估佢先係偉大使徒咩？我夠得啦。於是佢哋就嚟帶去傳啦。甚至我見過好不幸地，有啲嘅教會分裂。當我分裂咗出嚟嘅時候，有一個嘅牧者帶住可能10零20人。你有冇留意呢啲教會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係好熱切嘅，就係我唔衰得俾你睇，你睇死我啊嘛！冇人冇物，我起唔到教會，我就要繼續嘅嚟去堅持。但係好可能嗰個動機咧，其實唔係朝向神嘅，佢唔係睇到人喺屬靈生命裏邊嗰種嘅盲目，喺去追求嘅事上邊，佢嗰種嘅偏差。佢原來傳福音就係想證明自己，我掂嘅，你估我一定要靠你啊？我有 call 你。你留意保羅佢點睇啊？係啊，佢哋要咁做嘅時候，好啦，算啦，因為無論點樣，好啦，福音已經嚟到係去完成咗啦。那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，並不誠實，係要加增我捆鎖嘅苦楚。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怎樣，究竟基督呢都已經嚟到係去被傳開。我為着呢個廣闊嘅胸襟，要向神獻上感謝。特別我哋做教會嘅領導，我哋有冇呢一個廣闊嘅胸襟呢？